台湾目前有70%的人口是使用台语，不过6岁到14岁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敢若7.4%尔，出现真严重的断层。但是，拢有真侪学者、民间团体注心伫咧做台语复振的工作，即教育部也真感谢民间的力量。今仔日特别颁发115年度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119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，这届有3位台语学者得到个人奖。林木贤老师长期关心布袋戏、歌戏和庙宇文化，伊讲真做一位台湾人，若唔捌台湾文化，嘛无法度使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思想，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。北部庄呢，伊的这个语言消失，北部的文化就消失。好，所以我坚持用这个台语呢来介绍台湾民俗、台湾文化、台湾的各种的传统戏。 安那陈立军教授长期投入台语教育资源的书写，针对国小学生编写台语教材，伊感觉比起台文字、台语拼音对囡仔来讲较好理解，大大增加囡仔学习台语的能力。阮就发现，就是讲，实际上伊若用全语教育的时阵啊，吼，对这个囡仔的进步真紧，而且伊的英文的这phonological awareness， 嘛比对照组加足好的。 江尚林老师对1983年开始成立参园乐府乐团，40几年来，伊甲台语音乐带起哩国际舞台。伊讲台语是一个丰富的语言，有7声8调，本身就真有音乐性。1970年代的时阵，台语歌因为过去为这个戒严的问题，甲推展这个华语政策的问题，都一直行下坡去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做一个知识分子。 敢唔免为社会尽一寡义务咧？台语团体奖的部分由望庆水电爸爸得奖。水电爸爸做30几档的水电师傅，伊讲伫咧新冠疫情期间，真侪师傅唔敢接案，惊人客找无师傅，所以希望透过影片，互民众简单来做维修。因为业主委托我啦，去帮因整修一寡水电的物件。因是一个聋哑身障的人士。教育部伫咧2008年开始表扬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教育部长陈英耀也伫咧现场分享，一届拢总有几百件参与件数，显示各界对本土语言保存的重视。未来教育部也会透过合作来传承母语的文化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曲凯台北报道。